各位大家好，歡迎收睇呢一集嘅法興股證在線。咁我哋節目咧每逢港股每個星期嘅第一個交易日咧，都會喺法興嘅網站入邊播出噶。咁今日咧繼續有 Eva 嘅，Eva 你好。你好，大家好。咁啊呢個星期咧，大家都好關注住咧成個貴金屬市場嗰個表現啊吓。咁啊特別係咧黃金啊同埋白銀等等啦，因為呢排咧個波動性都非常之大啊吓。咁我知道咧法興咧最新咧都出咗一系列嘅新嘅窩輪嘅產品噶，無論係 call 輪咧或者係 put 輪都有噶吓。咁啊點解會揀喺呢個時間咧出譬如黃金啊同埋白銀嘅相關產品，同埋入邊嘅條款啊同埋嗰個操作情況係點樣做嘅咧？好啊。咁啊，首先講下啦，就係暫時嚟講咧，其實我哋法興咧喺黃金同埋白銀咧都出咗窩輪啦嚇，包括認購證同埋認沽證啦嚇。點解會出呢一類型貴金屬嘅衍生工具咧？因為其實見到咧近日即係黃金同埋白銀啦嗰個波動性都大咗好多嚇，亦都見到市場上咧可能俾大家選擇咧亦唔係太多，所以我哋都積極出咗相應嘅一啲衍生工具嘅產品俾大家去選擇。咁而家暫時嚟計咧，就我哋法興啦，唯一一間咧係有發行白銀窩輪嘅發行商嚇。咁我哋有一對嘅 call put 應市嘅，咁嚟緊都有多一隻 call 係應市嘅嚇。咁啊總共咧就2 call 1 put 嘅選擇啦。咁其實黃金同埋白銀咧，可能好多人咧要買嘅時候咧，都係買實貨嘅。咁啊要去啲金鋪啊，去買一啲可能係實金啊、實銀啊，咁啊一粒粒咁樣、一兩兩咁樣去買啦嚇。咁但係如果話而家多咗呢一個窩輪俾大家去選擇咧，嗰個方便程度咧又增加咗啦。咁啊大家唔需要話去金鋪買一啲實金啦嚇。譬如可能你見到佢升到一定嘅位置，你之前嚟講你可能要沽咗啲實金，咁然後佢跌翻落嚟咧，你又要去買一啲實金去趁個低位去買翻實金。咁但係而家咧，你可以用一個買賣股票嘅戶口啦，已經可以做到呢一個動作嚇。咁我哋都叫做俾投資者喺黃金同埋白銀嘅市場啦多一個選擇嘅。咁譬如我哋喺上個星期啦，亦都係上市咗而家暫時市場上唯一我哋出嘅白銀嘅窩輪啦嚇。咁可以見到咧就認購證、認沽證嘅選擇啦嚇。認購證咧個編號咧11125啦，認沽證咧就11126啦。咁其實就俾大家兩個方向嘅一個部署，去捕捉翻咧白銀嗰個走勢。咁其實大家如果話喺香港市場嚇，你想買白銀相關嘅產品，我諗真係暫時嚟計咧就選擇真係唔係太多。再加埋如果你係想做一個睇跌嘅一個部署嘅話咧，更加少嘅選擇嚇。咁所以其實我哋提供呢兩種即係 call 同埋 put 嘅產品俾大家咧，絕對係即係對大家嚟講咧係多咗一個即係渠道啦，喺白銀啊市場咧做翻個即係投資嘅。嗱咁啊投資者咧可能都好熟譬如黃金啊嘅 call put 輪點樣去即係部署啦，但係咧白銀啊真係冇乜聽過喎，因為我知道咧呢對嘅白銀 call put 咧係全港即係首間發行人會發行咗嘅白銀嘅產品啦嚇。咁個產品特性啊，同埋譬如啲槓桿水平又會俾到幾多度咧？好啊，咁我哋咧就可以望下詳細個條款啦嚇。咁啊，譬如我哋隻白銀嘅 call 啦，11125啊，咁大家可以見到呢隻咧係新上市嘅產品嚟嘅，所以年期上比較長身啲。今年嘅9月尾先到期，半年期嘅產品嚟嘅。咁其實咧，大家咧睇翻嗰個報價咧，可能即係望美股，大家會覺得啊我24小時或者係講緊睇翻隔晚個表現。或者夜盤參考價可能比較混亂啲，咁但係咧，我哋黃金同埋白銀咧，其實咧就透明度相對較高。好似大家譬如話啊，白銀而家1盎司幾多美元，咁大家其實都好清楚，或者黃金可能仲更加多人提啦嚇。咁問大家可能而家1盎司嘅黃金4000幾美元咁樣，咁我哋正正就係跟呢一個價錢去跳動嘅嚇。咁所以咧行使價呢啲咧全部係美金嚟嘅，不過咧我哋係用港元去定價
港元去結算，咁就唔需要話咧又要對美金啊，又唔需要話去即係金鋪度買呢啲實金實銀啊嘅一個情況啦嚇。咁11125咧就行使價咧就90美元嘅嚇，暫時嚟計咧就3成到價外嘅產品啦，提供緊嘅實際槓桿效應咧就3倍嘅。咁其實佢係窩輪嚟嘅，所以咧其實佢呢啲嘅數據啊條款咧，同一般譬如你話港股窩輪咧都係一樣嘅。大概實際槓桿3倍左右嘅情況咧，就係如果白銀嗰個價格比對上日4時參考價個升跌幅啦係1% 嘅話咧，咁呢一隻11125咧升跌幅咧就會係3%，咁有個槓桿效應喺度啦。咁如果你話買實金實銀咧，就其實冇槓桿效應啦咁呢個11125咧就首先入場門檻又低啲啦講緊而家暫時個價格都係即係呢隻窩輪嘅價格都係2毫半附近呢啲水平啦入場門檻低啲啦，再加埋咧有個實際槓桿，有個槓桿效應喺度，咁大家可以係了解下呢個產品嘅一個特性咁再加埋咧佢因為長身嘅產品嚟嘅，每日時間值損耗咧就唔係話太大啦0.6% 一日。咁至於話咧可以望埋咧隻 put 輪嘅選擇啦，11126嘅一隻白銀嘅 put 啦，咁呢個咧就係俾睇跌嘅，即係睇跌白銀嗰個造價嘅投資者去做部署。有咩好處咧你可以做一個睇跌嘅方向啦。第二你可以做一個對沖啦咁其實而家暫時香港即係市場上面，我諗暫時你要睇淡白銀而有相關嘅衍生工具咧，都真係比較少啲寥寥可數。咁我哋呢隻11126咧就係可以即係提供呢個機會啦，俾大家睇淡白銀或者係對沖你手頭上嘅實際嘅嗰啲白銀嘅一個持倉嘅情況啦。咁呢隻11126咧係一隻 put 輪嚟嘅行使價59美元啦。咁暫時嚟計咧就係10零個%到價外嘅產品，亦都係屬於長期嘅條款嚟嘅。所以每日時間值損耗咧大概0.5% 左右，而提供緊嘅實際槓桿效應咧2倍過外嘅。講開時間值嘅損耗咧就啱啦，因為嚟緊咧都會有長假期啦。早前咧當黃金或者係啲白銀市場咧大幅波動嘅時候咧，可能投資者就短炒啦，個轉身空間都好夠啦。但係進入咗一個即係地緣政治比較穩定啲嘅情況底下咧，啲日內波幅收窄咗。如果話投資者真係想持倉過一段時間嘅話咧，又要留意啲乜嘢因素咧？係啊，咁我諗咧，其實喺黃金同埋白銀嘅衍生工具部署咧，我諗嗰個即係頻密嘅程度咧，未必有個股嗰個日內嘅即係頻密程度咁多嘅，因為可能咧有啲投資者佢我反正都係持有住啲實金實銀咁都係可能一個中長線嘅持有。咁而家咧有相關嘅衍生工具咧，有翻少少嘅槓桿效應啦咁可能即係持有嘅時間咧。未必話真係即係除非啦除非白銀同埋黃金嗰個價格個表現可以好大波幅而令到你覺得我都係只賺止蝕咗先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可能係一啲咧中線少少啦、中期少少嘅持有嘅一個操作為主嘅。咁所以咧呢一類型咧唔好太價外嘅條款亦都比較長身嘅一啲產品咧，可能都係比較合適啲。咁除咗我頭先提嘅11125嘅白銀嘅 call 之外咧，其實我哋嚟緊咧都有隻11127嘅白銀嘅 call 上市嘅。咁呢隻咧就係比較合適咧做一個中線當好似坐住正股咁樣揀一啲長線啲又貼價啲嘅產品啦去嗰個時間值損耗唔會太大嘅一個情況。咁11127咧就係白銀另外一隻 call 輪嘅選擇，行使價咧就係70蚊呢個美元嘅位置啦。年期就再長啲今年嘅12月中到期嘅產品嚟嘅。咁呢個咧就要等即係之後上市啦，星期2上市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望下佢可以提供緊嘅實際槓桿效應係幾多。不過咧，因為佢貼價啲啦，又長身啲啦，所以咧佢嗰個實際槓桿效應咧未必會太高，但係咧就比較合適啦，做一個中長線嘅持有，因為你會發現咧佢嗰個時間值損耗咧係相對比較溫和啲嘅。好咁今日咧都多謝晒 Eva 嘅時間同你做一個申報先。請問有冇持有以上相關股份咧？冇持有嘅。多謝晒另外投資有風險以下有個免責聲明俾大家去參考一下嘅。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咯，拜拜。拜拜。